歡迎大家收聽下山看山下，我係主持人 Timothy， 同大家一齊認真試，輕鬆講，看山下看世界。大家好，我諗近排大家睇新聞呢，會睇好多關於美國對於各國實施一啲嘅新嘅貿易政策啦，又或者美國同中國啊，甚至歐洲啊，其他國際盟友之間嘅一啲新嘅衝突，尤其是嚟自於貿易上嘅新嘅關稅政策啊等等嘅爭拗啦。咁呢啲新聞呢，都關於呢一個好大嘅 topic， 講咗好耐嘅，就係全球化啦。我諗呢個字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可能甚至一啲年輕啲嘅朋友，可能喺佢哋讀書嘅時候呢，都讀過關於啦全球化嘅呢個字嘅。所以咧，今集呢，都想同大家再探討一下，究竟全球化嘅過去啦，究竟係點樣形成啦？又或者展望將來，究竟個走向會係點呢？其實全球化喺而家今時今日，基本上同我哋每一日都息息相關噶啦。我諗大家起身擘大眼一刻，大家好可能其實擘大眼睇個鐘之外呢，就順便睇下個電話啦，可能睇得到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資訊啊，譬如一啲嘅短片啊，可能喺美國過嚟嘅短片啊，或者日本過嚟嘅短片啊等等啊，又或者頭先都提及到啦，好多新聞其實唔係淨係香港或者係世界其他地方嘅，你用嘅每一樣嘢，好可能佢哋嘅唔同嘅組成部分啦、零件啦，其實已經係世界嚟自唔同嘅地方嘅。又或者你第一杯嘅咖啡，其實可能個咖啡豆係嚟自地球嘅另一邊，好可能係南美洲或者非洲等等，都唔講大家平時睇嘅劇集啊、電影啊、上 Netflix 啊、聽嘅歌啊等等啊，我諗大家都會吸收全球唔同地方嘅資訊噶啦。咁所以全球化呢個字啊，唔單止係一個社會科學嘅名詞啦，或者經濟學嘅名詞啦，其實係一個非常之真實啦，同埋每一日包圍住你生活嘅一個現象啦，或者一個詞語啦。咁但係其實呢，係幾時開始有呢件事出現呢？其實當中嘅歷史啦，同埋過去都有唔同嘅階段啦、變化啦等等啦。咁跟住落嚟呢，就會同大家一一再去睇下嘅。咁全球化呢個字呢，好可能譬如近呢幾十年呢，會聽得多啲啦，尤其是有一本書話世界不是平的咁樣，再更加將全球化呢個現象係推到更加多人談論啦。但係其實全球化呢，一直呢係陪伴住人類歷史嘅演進嘅，唔係一個現代出現嘅現象。其實呢，係追溯到好幾千年前呢，其實已經呢有全球化嘅雛形噶啦。譬如其中一個最早嘅全球嘅互動呢，就當然係有個貿易嘅推動啦。大家耳熟能詳嘅絲綢之路係其中之一啦。無論陸上或者海上嘅絲綢之路，就係連結咗東西方，就將唔同嘅絲綢啦、陶瓷啦，或者中國一啲以前嘅發明，譬如紙張啦、火藥咁啦，係喺中亞啦，甚至歐洲之間咧去傳播嘅。咁而西方嘅，譬如歐洲嘅一啲咁玻璃啊，或者啲金屬啊，或者器具等等呢，亦都呢反方向呢流入翻呢個亞洲。咁當然啦，嗰個時期嘅全球化係非常之緩慢啦，係只僅透過呢個陸上或者海上絲綢之路去進行一啲嘅貿易嘅推進啦。咁最主要呢都係進行一啲嘅商品流通啦，或者文化嘅交流，一啲好輕度嘅文化交流。咁歷史學家咧就將呢段時期咧就稱之為 proto-globalization， 即係前全球化。佢未形成一個全球嘅系統，但係咧已經有一定程度嘅國際交流啦，為之後咧個全球化咧就奠定咗基礎嘅。好啊，到咗之後一個階段咧就係一個大航海時代啊，就係大概喺15至18嘅世紀嘅。咁隨住喺15世紀末啦，哥倫布啊、麥哲倫等等呢，一啲好大家會聽過嘅一啲航海家啦，進行一個全球探索啦。
咁全球就進行咗一個大規模嘅地理全球化，對呢個全球係有一個地理上嘅多啲認識嘅。咁普遍係歐洲嘅船隊就橫渡咗太平洋啦、大西洋啦、印度洋等等啦，就建立咗唔同嘅殖民據點啦，同埋貿易嘅通路噶。咁呢一階段呢，全球化呢，其實係由一個殖民主義啦，同埋呢個亦都係個商業主義係推動嘅。咁一啲嘅有武力啊，或者貿易資源比較多嘅強國啦，就控制咗其他地方嘅市場，建立一個殖民體系。咁呢個時候呢，個全球化呢，就比較傾向呢一個帝國主義嘅階段嘅。咁促成咗一啲嘅全球嘅人口移動啦，亦都包括奴隸制度啦、物種嘅交流啦。但係同時間亦都有一啲唔好嘅，譬如一啲疾病嘅傳播啦，譬如天花啊等等。咁過咗18世紀末呢，就開始人類呢有另一個大嘅階段啊，就係出現咗工業革命。咁工業革命有好多新嘅發明啦，由蒸汽機嘅產生啦，令到有好多鐵路啊、蒸汽船啊，或者甚至電報嘅技術咧出現呢，就令到全球嘅資訊啦或者交通網絡啦係有一個好大嘅距離縮短嘅。喺1870年代到1914年呢，係俾歷史學家認為係一個現代型經濟全球化嘅黃金時期。喺呢個階段，全球嘅貿易比重啦、資本流動啦，同埋人口跨境移動呢，係達到一個前所未有嘅程度。咁商品呢，係透過譬如之前建立咗一啲殖民地啦，係更加有大量嘅工業嘅產品咧進入呢啲新嘅殖民地市場咯。人口啦，因為隨住呢啲鐵路或者蒸汽船嘅發明呢，有更加多嘅歐洲移民去咗美國啦，或者澳洲等等啦。譬如西方，尤其是英國嘅資金啦，去投資全球嘅網絡啦、礦產啦同工業等等嘅。呢一波呢，亦都加劇咗呢個全球嘅財富嘅不均勻啦，同埋資源嘅掠奪嘅。咁但係啊，亦都整合咗某程度上國際嘅市場啦，同埋推動到經濟現代化嘅。到再之後嘅階段呢，就係經過世界大戰啦，或者冷戰後期嘅階段。咁隨住90年代蘇聯解體同埋中國嘅改革開放呢，咁就一啲前嘅共產主義國家係更加投入於國際啊。咁亦都推動咗全球有一個高速全球化嘅時代。呢個階段出現咗啲乜嘢呢？譬如一啲國際貿易嘅體系制度化啦，譬如 WTO 嘅成立啦，金融資本嘅自由化啦，同埋一啲跨國企業嘅高度整合，亦都喺個時候呢，就開始出現呢供應鏈嘅全球分工。資訊科技亦都喺呢個階段呢，亦都有一個迅速嘅增長嘅。咁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咧，一個好出名嘅英國嘅社會學家呢，係形容呢個全球化呢係一個時間同埋空間壓縮嘅結果。人類嘅日常生活呢，就開始呢可以同其他時區呢緊扣，形成全球嘅互動呢，有一個非常之好嘅現代性條件。所以由最初絲綢之路咁辛苦去將一啲貨品由亞洲去歐洲，到今時今日，哇，轉眼一個速遞隔日送到你屋企。整個全球化嘅進程呢，都係由技術驅動啦，同埋制度嘅推進，又或者啲經濟活動需求啦，同埋文化嘅互動共同建構而成嘅。咁到今時今日啊，全球化嘅推動呢，究竟有啲咩因素令到更加密集啦、更加即時、更加深層呢？其實有幾個向度嘅。第一就係技術嘅不斷改革啦，譬如由之前講交通嘅一啲新嘅交通發明，由之前嘅蒸汽機、輪船等等，到而家高鐵諸如此類。尤其是貨櫃箱嘅出現啊，係改變咗全世界供應鏈嘅邏輯嘅。航運啊、港口嘅發展啊，令到呢個物品嘅交易嘅成本同時間係大幅降低嘅。咁另外一個技術最緊要，除咗交通界資訊嘅流通啦，咁而家互聯網嘅出現，或者一啲更加快嘅譬如 5G 嘅網絡出現，咁
咁當然係令到世界唔同各地嘅資訊嗰個流通性係更加快捷啦，更加即時啦。譬如喺香港撳個手機可以買美股啊，可以同南美洲嘅朋友 FaceTime 啊，睇英超聯啊，可以現場衛星直播咁樣睇啊，等等啊，都係建構於高度全球化嘅通訊基礎上面嘅。所以全球市場而家唔係淨係講有物理上嘅連結啦，係有一個 real time 嘅即時嘅共同協作呢，係更加重要。咁另外頭先亦都提過啦，資本係非常之重要啦，有錢先去推動㗎嘛，好多時。譬如國家嘅資本帳開放啊，貨幣嘅自由兌換同流通啊等等啊，咁就當然係令到金融亦都進行全球化嘅年代啦。跨國企業亦都非常之重要。譬如大家用嘅 Apple 手機，大家都知道啦，設計就喺美國，組裝就喺中國，粒晶片就喺台積電等等。咁其中係一個非常之經典嘅 example， 係一個全球供應鏈究竟係點樣呢？咁一個全球生產可以分割嘅年代啊，其實基本上呢，全球嘅價值供應鏈呢已經呢運行得開始都相當成熟噶啦。利用唔同地方嘅優勢去令到商品個生產呢係更加有效啦，同埋更加將個成本係更加 effective 噶。咁呢個自由貿易主義嘅興起，譬如亦都有唔同嘅經濟組織，譬如 WTO 或者其他嘅國與國之間嘅自由貿易協定啦，為到呢啲嘅商品啦同埋資本流動咧提供咗好大嘅保障嘅。咁當然啦，世界大戰同埋冷戰嘅結束之後啊，有好多唔同嘅國際嘅性組織興起啦。除咗聯合國之外，亦都有 WTO 啊、IMF 啊、世界銀行啊等等。咁呢啲組織咧提供咗好多規範啦，或者仲裁嘅功能啦，令到一個全球化咧可以有一個框架咧去繼續持續推動嘅。咁同時間之前啊，好多國家亦都簽訂咗好多唔同嘅 FTA 啦，咁去保障翻一個市場嘅開放啦，同埋減低關稅，去推動呢個資本同埋一啲勞動力嘅流通。咁但係當然最近美國嘅一切舉動呢，就令到頭先講一大堆嘅建立咗好耐嘅一啲嘅協定啦，係受到呢個挑戰嘅。某程度上係逆向全球化，係增加咗貿易壁壘同埋一個保護主義。咁全球化呢，除咗頭先講好多唔同嘅交流啊、流通啊等等啊，咁究竟為咗呢個世界帶來一啲咩嘅好處呢？有咩成果呢？咁譬如喺經濟上面啦，咁全球化令到好多工業啦或者商品嘅增加嘅流通性啦，同埋快速嘅發展，其實令到成個世界亦都富裕咗嘅。譬如極端貧窮人口呢，其實已經降低到呢係唔到9%，由90年代可能30幾%去到而家低過10%。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全球化啦，因為譬如一啲知識啦同技術啦可以好快速咁樣全球流通啦。譬如好簡單，你而家講緊 AI 喺美國或者甚至地方，其實一推出，其實全世界都用得，基本上。咁另外消費可以更加多元化啦，你可以更加多選擇啦。世界各地有唔同嘅產品啦，可以因你喜好啦，又或者因為價格啦等等啦，又或者一啲嘅甚至一啲品質上邊你有更加多嘅選擇。咁另外除咗物質之外，我哋精神上有更加多嘅接觸啦。大家可以更加方便旅遊啦，可以認識更加多唔同嘅文化，或者甚至飲食等等，係拉近咗人與人之間嘅距離。雖然頭先講咗一啲嘅成果啦，但係亦都當然唔係人人可以受益嘅。譬如有啲 argument 講針對全球供應鏈嘅，譬如一啲強大啲嘅經濟體或者一啲嘅大企業，會對一啲發展冇咁好嘅國家嘅地方嘅
勞動人口有一啲嘅剝削啦等等啦，咁好可能甚至令到呢個財富嘅分配不均啦，貧富差距越嚟越擴大啊。咁另外啊，亦都可能有一啲嘅霸權主義出現啊，譬如頭先講啲文化嘅特質嘅，咁其中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就係麥當勞 Isation 啦，即係當麥當勞喺全球嘅普及，喺社會學上邊，其中講一樣嘢就係呢個麥當勞化，咁個咁強勁嘅品牌同文化輸出嘅時候，令到好多唔同地方當地嘅餐廳或者嘅飲食文化係受到for example 啦麥當勞影響而變得單調啦，或者同質性啦，又或者美國有好多文化嘅輸出，荷里活片等等，咁大家譬如欣賞嘅節目嘅藝術上嘅觀感、口味等等，會唔會係更加令到本地一啲嘅或者一啲小眾嘅一啲嘅藝術會更加邊緣化呢？等等呢？咁當然啦，另外一方面大家好關心就係呢個環保啦，成日都講 ESG 啦，全球嘅製造啦，同埋運輸啦，雖然有高嘅效率啦，咁但係同時間亦都會增加好多唔同嘅消耗啦，同埋污染啦。本來一啲未開發嘅地方會有過度開發啦，等等啦。咁大家亦都而家面對緊一個好大問題啦，就關於個生態嘅問題同埋氣候嘅問題。咁呢個都係全球化某程度上去惡化咗一件事嘅。咁更加脆弱嘅，咁梗係當然大家啱啱經歷過痛苦嘅 pandemic 啦、疫情啦，同埋近年嘅一啲地緣政治嘅衝突啦。咁呢啲嘅衝突，大家會見得到，哇！其實好多資源未必咁容易分配到嘅，咁好多權力都掌握喺一啲強國之中啦。咁因為啲事件亦都令到全球化嘅進程呢，的確係有一啲影響嘅。大家亦都開始重新思考啦。咁樣高度嘅全球化係咪件好事呢？到有事上嚟嘅時候，會唔會反而未必自己保護到自己呢？咁所以呢，由一個疫情開始甚至去到而家一啲嘅地緣政治衝突啦，又或者去到一個美國嘅貿易戰嘅時候，大家都開始亦都反思緊個全球化啦，亦都有一個反全球化嘅思潮。咁當中尤其是中美貿易戰啦，一個兩大嘅經濟體，一個最大嘅 consumer market， 另一個最大嘅 manufacturer， 兩個大國其實 dominate 咗全球嘅供應鏈啦，或者科技主導權啦等等啦。咁所以而家大家都開始思考緊，究竟需唔需要考慮除咗中國之外，可以喺其他地方生產呢？譬如西方有啲國家亦都開始推動緊一啲嘅自給自足嘅政策啦，減少對進口嘅稀土啦、晶片啦或者能源嘅依賴啦，所以咧係會變得更加保守啦，同埋從一個效率嘅角度，亦都加入咗更加多嘅安全嘅考量啊。因為始終太多一啲緊要嘅命脈嘅資源或者技術等等掌握喺其他地方嘅話呢，萬一有衝突上嚟，有事上嚟，咁就會好麻煩啦。咁所以大家都開始反思緊呢件事。咁另外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變數就係人工智能啦 ，AI 啦。AI 唔單止工具咁簡單啦，大家已經見識過 AI 嘅強大而家，咁亦都可能成為下一場全球競爭嘅核心。咁推動 AI 嘅發展唔單止本身 AI 嘅系統啦，有個好緊要嘅就係個硬件啦。硬件嘅最大嘅成分就係晶片啦。所以晶片嘅交易啦、製造啦、進出口啦等等啦，係一個大家虎視眈眈嘅地方。所以每個國家，尤其是一啲大嘅國家啦，都諗緊點樣去將呢個 AI 技術可以更加可控啦，或者可以更加自主可以發展得到。所以將來會唔會有一個 AI 促成嘅冷戰呢？因為好可能有唔同嘅技術，有唔同嘅硬件嘅組成等等，又或者可能不協同
唔可以兼容啊等等，或者有邊啲國家有個主動權啊，或者晶片嘅流向啊等等啊，呢啲亦都係一個危機嚟嘅。咁有危當然有機啦，全球化係俾好多機會大家嘅。咁最大嘅好處，咁當然係好多資源上好容易獲取啦，對年輕人啦或者學生嚟講係更加一個好事啦，可以更加容易去認識個世界啦，又或者透過網上可以有更加多嘅網上資源，可能而家基本上一啲外國嘅大學嘅課程你都可以喺屋企上網已經去學習到啦。譬如想創業嘅，咁有部電腦就已經可以開網店啊，去同世界其他地方嘅人去做生意。又或者 after 個 pandemic， 大家可以work from home， 可以 remote 咁去做嘢，去做唔淨止本地嘅公司，可以去 remote 去做其他地方嘅工作等等，或者甚至做 freelance 去接其他地方嘅 project 等等。但係當然一調轉講啊，你就變咗要同世界上所有人競爭嘅。可能你一個設計師，你嘅競爭者雖然可能面對多個香港市場同香港人做生意，但係好可能而家你面對競爭呢，唔單止係本地嘅設計師，亦都好可能係外地啦，嚟自一啲其他好可能個人工會比你低嘅地方嘅競爭者啦。咁所以呢，人才競爭呢，亦都推向咗全球性噶啦。咁所以啊，喺呢個千變萬化嘅全球化嘅年代入邊啊，要面對一個咁大競爭，我諗作為如果收聽緊嘅年青人，有啲乜嘢可以應對呢？譬如當然要有一個終身學習嘅 mindset 啦，因為技術好難過時啦，但係你要不斷學習先至一個核心競爭力啊嘛。咁另外啦，要有培養好嘅digital literacy 啦，會更加識利用科技啦，咁先至可以追得上個潮流啦。咁另外啦，要有個時事觸覺啦，有個文化敏感度啦，去理解全球地方嘅文化啦，去尊重翻嘅差異啦，咁先至可以呢同世界地方嘅人呢去共處嘅。咁但係啊，亦都要有個自身嘅自省啊，喺一個急速變化嘅年代啊，自己保持一個內在穩定啦，去點樣去培養自己好嘅情緒調節啦，等等啊，去面對唔同嘅逆境啊，諸如此類，一個好嘅 well-being 呢，最終其實係最緊要。所以啊，分享咗咁耐啊，大家可以睇得到全球化其實帶來好多成果嘅，譬如經濟嘅增長啦，有啲嘅創新或者文化上嘅擴散啦，等等啦。但係嚟緊啊，亦都好多唔同嘅挑戰，譬如財富不均啊、地緣政治嘅衝突啊，甚至 AI 嘅出現啊，或者嘅爭拗啊等等，會變得更加之複雜同埋不確定。所以我哋要學識點樣面對啦，同埋學識點樣共處，係講緊共處啊，因為我哋掌控唔到啊，點樣去適應呢啲變化呢？係真係非常之重要。所以希望透過今集嘅節目呢，令到大家可能再重新認識下全球化啦，同埋認識下喺呢個全球化帶嚟俾我哋嘅挑戰，同埋我哋應該要點樣用咩態度去面對呢？希望今集俾一啲想法俾大家啦。好，非常多謝大家支持同收聽。咁以上呢係我自己個人經驗啦嘅睇法嘅分享啦，咁亦都參考咗網絡資料嘅，咁資料亦都有機會有誤差，咁請自行判斷啦。大家中意嘅話可以繼續支持我呢個 podcast 啦，可以訂閱同讚好啦，同埋歡迎俾意見俾我。大家如果有興趣做個訪談嘉賓嘅話呢，就亦都可以歡迎聯絡我嘅。好，非常感謝大家嘅收聽，下集再見，拜拜。